下边批注比李云德和家体风人士用平贴的方式，强化版式小艺强的作品从门外，代表主动艺强艺术态度正式启动。新竹县文化局讲，喺下年的画家小艺强特别地主动告诉家下，差不多用嘅40年研究详细记录客家中嘅人物同体型风貌，比到嘅韩国当年来认识也系作品，所以啲主动之内，无论喺天下也系啲室内，都展示也系发作。希望間啲台三線方嘅主動修正，加強到位藝術氣息。新竹縣文化局改變傳統攀展覽嘅方式，係間畫作變到記錄好，營造出記錄嘅視覺美學。安尼嘅做法下必須玫瑰傾聽。新竹縣文化局講，也把小藝強嘅畫作展覽對一下意思會展出兩隻眼。我哋嗰天年浪漫台三線政策正式啟動前，會喺客家中人文行社會示範點。客家嗰天年文化局未會安排藝術家落去，我用藝術來帶動在地社區嘅發展。希望也嘅客家小鎮會行過有快啲。歡迎楊樹坤今邊復起來哦！剛看到啲新聞，很讚哦。過年時節啦，安排好你愛去那邊聊聊嘛。上擺就俾介紹大家有沒有啲啦，有6隊嘅發通。今邊呢來介紹東涌嘢喎，嗌咩東涌愛去哦，係浪漫嘅台三線。睇好台三線唔係3條線哦，台三線啊嘛，佢比長度嘅太裏邊哦，真勁哦，當分樣佢佢比，哎呀。作咗暗言道，我嚟介紹浪漫台三線嘅發通，歡迎新竹縣嘅文化局嘅局長蔡永公蔡局長，局長好。主持人好，你好，你好。你客家電視台觀眾朋友大家好。哦，你好，你好。哦，我講詩言啊，哦，我講去了。係啊，我家一開始我想講一講係去了，歡迎新竹縣算了。好來，局長歡迎你來啊，哦，準備大班都按讚哦，你看啊，嘅內古代真係當好看嘅，上班族嘅，上班哦，工作服，作咗按好看出代表哦，你阿伯發通出唱作咗按好看嘅按讚，介紹一下你阿伯嘅。誒，浪漫台三竹動藝強藝術態度，錯，介紹一下啲法通。好啊，一擺科委會哈，非常嘅重視一隻浪漫台三線，要定位成國家級嘅一個計劃。係哦，在中央國家級哦，所以科委會非常重視。所以講啲新竹染土島嘅桃竹苗哈，東岸啊哈，中間。竹東鎮呢，如讀到新竹人的東岸，所以中間的中間啊哈，然後正中間，竹東鎮呢剛好也係浪漫台三線，亞白科委會這一次要推出那個16個鄉鎮裡面剛好最大的水台，有差不多10萬人口，9萬多，差不多10萬人，所以選水台叫鄉鎮。剛才兩個鄉鎮時候，現在來啟動啊一個宣示，一個暖身講，浪漫台三線如何來啟動哈？我們大家想到討論以後。竹東有哪些特色哈？先從人文來切入，我們想一想人家最有名嘅前輩藝術家ano蕭如松。蕭如松老師。蕭如松佢雖然北部人，不過佢到年輕以後呢，學成以後全部都竹東教書。哈，竹東高中退休了哈。我也係學生哦。哎呦，我是他學生哦哈。他教美術非常嚴格，只能坐1/3板凳啊。印象非常深刻。然後現在呢，很懷念他哈。所以大家講，蕭如松老師既然是竹東人哈，他的藝術啊涵養啊，或是他的色彩啊，非常的豐富啊。是。我們就以他蕭老師的藝術美學跟色彩是來美化這個城市。哇！所以我們用這個字來開始浪漫啊。對，你看從竹東是正宗的正宗嘛，然後我們正宗，對我們正宗當中又有一個靈魂人物蕭如松老師，對不對？古時候講你啊這樣藝術太多發通的初衷出來呢，變成國家級的活動之外，而且我覺得竹東很棒，就是它是一個客家人文匯集一個很重要的點。90%係客家人。正經，看。不怪人糖的肉山口啊山口，那啲竹東糖都當到後糖嘅山。山歌傳唱52年啦，係啊，半個世紀。還有阿公咩竹東？哎呀，真嘅嗌咩？你嗌咩想竹東嘅？錯啊！喺啲藝術唱文曲狀嗬，
这次有这个萧如松，从萧如松老师的故居开始嘛，还有一个很棒的，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就是艺术大道，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对，浪漫大道很长嘛，哈，从桃园龙潭开始哈，哦，龙潭，还有家乡啊，平镇哈嘞是关系汪山。竹东到北部哈，北部落去是峨眉嘛哈，宝山一路海到苗栗哈，3万4滩那一海哈，所以了解因为拓展到苗栗呢还蛮准备好，新竹人哈最好夹对我了哈，所以是现在启动哈，各位讲哎，那你新竹县呢先来做个起跑啊，是一个起手仪式先走出来，他个不是雄台哈，一个宣誓性走完哈，所以要大道上这么长，你先选定竹东这一段而已哈，竹东就是从那个横山竹东大桥落了以后，到荣民医院去美东仓哈，到上管国小落到北部湾哈，两条路线呢差不多是2公里多天了哈。哦，2公里。2公里，不过呢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对。哎，所以那种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讲在这个重要的交通节点上面哈，把萧老师的画作。用大型的输出的方式，用非常非常逼真、饥渴乱真的那个大型输出技术呢，不是卖房子，对啊，不是卖广告，我们是卖艺术啊，把萧老师的最精华的艺术作品，尤其留白很多的那几幅呢，蓝色时期、椭圆形时期，还有个几何时期，这个作品呢，我们做一个大型的输出，大家会很好奇，不卖房子。到底在卖什么？大家就注意看，就引起一些话题了哈。如果要看真品啊，就是到艺术馆里面去。所以我们在明冠艺术馆有展出一些真品，然后还有在其他的六个一些瓦当书屋啦哈，这些我们有展一些复制品。因为复制品呢，因为这真品挺贵啊。保险费挺贵啊！一幅画哈，如果是这个全开哈，差不多要3、700万了。嘿哦，非常贵，非常贵，所以非常真的很国宝级一个艺术家了哈。我所讲刚邱总讲的，你路线的规划啦，还有样板先初步的老料，那很重要的来了，这个因为这个正品太贵了，对，正品太贵，所以呢，邱总没懂用心哦。我们这次的活动不止单枪不你看，不你感受一下你心灵的洗涤，还有一个什么？还有集章活动，要送萧如松老师的文创产品。用我暗号呢？给他，我们这次有集章活动，知道吗？主要是提高参与率了哈。是。才刚走在路口看到按这样来的画作，我好想收藏，真品在哪里？那我们就有6个点了哈。那6个点呢，通常我们也是在竹东非常有人文气息的为首了哈。所以首先是萧如松艺术园区，当然我也纪念馆嘛哈。还有明冠艺术馆是竹东呢最有名，而且这个口碑非常好的艺术馆。所以我们的真迹在里面摆，因为有保全系统走前后哈。还有竹东挺有名的瓦当人文书屋，对，上麦有来节目介绍，它这个很有理念哈，很有人文内涵的气息。还有是意念工坊，就在台山县顺头啊，范氏兄弟呢走的非常又内涵的这样那种木艺工厂，他把木艺变成艺术了哈，所以。日用品啊，不管是家具还是日用品，看到的家没错，还有这找个全部变艺术品哈，而且会增值的，可以保值的哈，所以艺术品，所以意念工坊的一个景点了哈，还有另外还有这合浦刀削这个面食馆，有是的，它是有介绍竹东一些老照片的地方，把那个老照片取下来，改为萧老师的画作，也很有气息了哈，而且懂贴片呢，用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重新再认识萧老师的画作之外，也再了解一下竹东在地的文化。哪里有这个韩安来啊？黄河都美食啊，所以6个点呢，全部去看完以后集章。我6个点展的画都不一样哦，所以你6个点看完才有看得完整的哈。集完章6个章以后就可以兑换奖品哈，就是萧老师的一个文创商品哈，用他的画作做的一个手提袋。哎呀，可惜今天我没带来哈，应该带过来才对。唔怕，Andy 有粉丝专业嘛？OK，就周代上去考一下查。你集章活动係從12月20號開始，20號一直到2月28號。哇，很長嘅時間。到2月10號到2月10號啦。2月10號。不過呢，中間有2次抽獎時間哦。那除了這個普獎，剛剛講那個手提賽，我們還有兩次都有一個 iPhone 7可以抽。
这是加码的哦。有吗？我来之前才加码的。真的吗？对，好，加码哈。怎么变成购物频道？抽到那个就是换到一个文创商品手提袋以外，还有机会在2次哈。我们在1月10号抽1次啊，然后在2月11号再抽1次，2次2台 iPhone 7。iPhone 7。对。有没有暗号呢？古手讲哦，冲腰黑嘛，该冲腰黑。我觉得不是奖品我觉得重要的是你到了竹东当地来感受我们的浪漫台山线，感受萧老师对，感受萧老师啊，对，2摆初奖所以你当详细情形，还有上一滴，还那详细摊贩出上在文化局官网的，对，文化站官网，对，官网。竹松艺术大道官网的，对不对？是，好，很清楚哈。啊，哇，邱总真当好呢来了位分享安和艺术发通，还带了安和空的东西记得咯，12月20号到2月10号开始几点？你阿叔做的给安排，因为拄好过年啦。错，一天要动脑热。你出选好时间去做动，先来绕了台山浪漫线，我们的艺术大道。然后呢，等下转来下来问曲总，曲总伫竹东带去叫。没竹东年，没竹东，我还竹东高中毕业，竹东高中毕业，所以至少3年嘛，至少3年。等下出来我们局长有没有特别他自己的私房景点？还有这一次台山浪漫线里面，他最喜欢哪一个景点？用大家分享。莫这块等下放起来，还有好看本地，待会回来。非常喜欢福起来加体育团节目我太嗨了，因为糖豆公园做的迄那位老了，你好唔但唱双拜介绍的苗栗也好绿队也好，龙潭关系都好。今比来的呢，黑洞台来宾二龙讲台山浪漫线，我们启动咯，分享行政演本发曲曲总蔡永光蔡曲总你好，大家好，你客家电视台福起来的，他观众朋友大家好啊。你好，大家好。公年没多了成龙曲总讲新年快乐哦，新年快乐。加讲咯按到他好奇讲，台山浪漫线的开始嘛，DDRV 开始启动就超过，我就会想讲。你提讲，我们知道如松艺术大道，萧武松老师嘛，董聪业，我就当好奇讲，你当的景点地标对于暗道做的老料的添也好，文创的这个市集也好，这筛选的过程有没有很困难？困难是没有了哈，不过呢是当慎重了哈。慎重。因为做动浪漫算台上去嘛哈，所以我本来想差不多10景点哈来串联了哈。不过我们也他想讲200还有示范性质哈，先暖身，集中一点哈，选6个了哈，选6张哈。科长排谁？我做嘛要讲困难对吗？我因为做动出窗来。大家聊到就是说，做东西按多客家董聪业的文化这个艺术啊，这个很重要的资产。那已经有很多人想要参与，是客家客家人懂也请啊，还讲困难啲点，唔多讲线都来了。我了解你的意思哈，就讲200就参与落去哈，对个曝光率啦哈，或是能见度就提升嘛哈，所以我就先讲呢，没讲上来实在来了哈。第一个。又人文内涵啊，然后给环境呢适合展画作展萧老师的画作品哈。如果你讲做路不为什么可能嘛，所以我就选过了哈。我们呢是我们用这个非正式投票我们是自己本身去勘察的几个老师呢一起来筛选甄选出来哈。我们选6张出来，是第一个标准是讲最好是本身就有展览的空间，空间当中间嘛哈。像我选了几张，比如说哈，像梦内咖啡，它本身是叫展览空间，一个墙壁2个 L 型的，非常完整的哈，是档口哈。该瓦当人文书，它本身是叫展览馆的还有上还有验证啊。民官艺术馆那更不用讲了哈，它本身就是画廊嘛哈。还有跟意念工坊，然后非常有人文气息的一个木艺的一个工作室了哈，工作坊。那萧书艺术园区那当然要进来的哈，它的纪念馆一听了那我刚才讲合浦刀削
那个面食馆，是讲去本训时又展出竹东的老照片的一个场所啊，它有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把老照片换下来改成肖老师画作上去，是就不用布置了，也没有违和感，没有违和感。但是后来我们就确评中选这6个就当进来了。哇，按你看起来，其他来讲上楼来讲没关系，我们还这个浪漫大道是很长的计划，今天只是示范暖身体嘛，还有机会嘛。你看到俩在发通了一致性呐，主讲，我们的规划其实很完整的。是。那就像局长说的，你还开始，还相信有当到喊那某汹涌的展演或怎样的艺术呈现，到时候会在这开始之后慢慢来规划。本来就规划什么荣民医院呐，还有那个台大医院、竹东分院呐，这些每人表演。我跟你讲，这一次还是纯粹有跟文化艺术有关的场合跟空间。古手讲，太家爹看的时间，我们有这样相当的了解之后，我们再去欣赏或在规划去行走这路线的时候，心里会有底，对，会有带，然后提高应用版。跟来还有看到我们有一个这个艺术空间，文创艺术空间咯。是啊，好，那莫尼亚之前啊，我们什么 Q 状，刚你看如数家珍这6个，你有特别好的景点吗？有啊，私房景点来讲哈，这6个景点其实就可以当私房景点了。是哈，除了该校务松树园区给上台啊，公办民营了哈，就是我们 OT 嘛哈，其他全部按照这个私房景点，像跟瓦当人文书屋也是要去寻寻觅觅才找得到的啊。民冠艺术馆大家都红了独了哈，在忠孝街的巷子里面哦，但是它已经20几年喽，已经非常有口碑了哈。像盖一年工坊然后哈，所以一年工坊是台山县顺特啊，如果一般人会错过哈，以为那就是一般的卖家具的，进去以后才哦哟，原来不是只有家具，有宝，他连家具都当艺术品来卖，真的很厉害。一张椅子可以卖到2万块，你知道？一张桌子10万块起跳，那是艺术品的嘛哈，艺术无价。所以那个那个还有一种好是讲，有一些工艺之家，竹东里面有好几个工艺之家，就可以当私房景点。那工艺之家基本上就是艺文工作者嘛哈，然后又木雕像曾定宇老师还在竹东哈，还有像肖老师他的那个艺术园区那更不用讲哈，还有好多艺术家呢，他本身呢自己的住家跟他的工作坊，跟他的那个展览的空间都结合在一起，本身就是私房景点，他也可以预约的，可以吃一些轻食或者喝咖啡，所以也很好。你就前面这样收菜，刚刚 Q 总讲了按斗，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景点，你不要以为外表看到就是这样，其实竹东有很多你值得深入的，你进去你就往到宝呀。你虽然讲了六个景点，6个空间，这6个空间。但是你在寻寻觅觅这6个空间的当中，你在周边还会有意外的发现，对，这个就是寻宝的概念，对不对？才会增加一些惊喜哈。超。跟我除了转来讲你的文创艺术村的这个空间哈，然后分享一下这个艺术村的活动。好。竹东艺术村呢，其实的前身有竹东动漫园区哦，动画跟漫画，超，基本以竹东车站为核心哈，分东区跟西区嘛哈，西区部分呢是讲OT 啊，本站9亿魔法公司啊，它东区的部分就是现在我们主持人秀出来有 ADCDEF 啊哈，这个不有5栋空间呢，就是由我们文化局来筛选甄选艺术家来进驻，都是一个 team 哦，一个团队落给地位带啊，只要请到后上音哈，在地后上音哦，所以台山艺术浪漫大道哈，客委会李主委给他讲，青年返乡大道哈，所以5个空间呢，我是希望一个空间至少有3个到5个的一个艺术家组成一个 team 哈，找那2个寄驻村，给他们闹热了哈，因为去三地位故兮兮啊哈，一个人的作品也可看性不高嘛，不，也就是说它比较没有多元化，所以我们现在一个空间很大间，3个到5个艺术家，所以我们这个5个空间总共有20个艺术家进去了，你是不改啊哈，你是改地本呢，又什么做新米改系主动本地人啊，在地青年啊，其他的白沙呢，然后系信中音哈，全部转落来哈，所以又返乡然后又留在原乡的哈，因为虽然讲5个空间呢非常创意了哈，5个空间呢有5个团队来经营哈，那就简单介绍。好啊。5个空间对不对哈？安逸啦哈，我也从大家介绍，因为后上音哈，报点从推荐本大家地啦
哈。A 栋哈 ，A 栋两栋哈，按照贵社创意空间哈，桂花的会房舍的社哈，叫上山哈，一个系按照谢威之老师给负责花卉啊哈，还有一个按照陈威一老师呢，他是负责芳疗。芳香治疗，他第三位啊，廖玉婷老师可以负责儿童插画的，哇，儿童插画也可以跟动漫结合的，对，因为画画其实也很疗愈，那是 A 栋的部分了哈。B 栋B 栋第二你新洲展旅客服务中心旅客服务当做一个茶条嘛，茶条旅客服务中心哈。那 C 栋是大家按照非常有名的按照范特喜微创文化公司进驻，Fantasy 这就是 Fantasy 哈，Fantasy 啊，就是想象的哈。他有3个艺术家在里面哈，地位哈，按照邓瑶红老师可以负责素描哈，还有邱美凤老师呢，可以负责平面设计哈，还有曾秀宝老师是植物染的，好，所以这3个艺术家也很有看头，有立体的，有平面的啊，这个很有趣啊。第一栋哈 ，A B C D 的 D 哈，第一栋是按照红豆泥艺文设计，红豆泥风头泥，就是我们红豆饼跟红豆泥了哈。他有5位老师，这个人最多的哈。像蒋玉凤老师，他是负责花艺的哈，花艺他是等于是这里面的 leader 了哈。还有徐素莹老师还负责立体画啊，施雪红老师。黄子睿老师，还有曾维忠老师，这几个都是负责这个文创商品制作的，所以里面很多小而美的。你可以在现场做，对 DIY 带回家做成纪念品。他有开课程，也可以跟他学习，然后呢交一点学费、材料费，做完可以带回去。喜欢也可以买回去。走点路是超。还有呢，好 一栋按照方圆对话啊，方圆对话有3位艺术家。这个系做动音按司徒锦珠啊，可以负责竹编草编编织的编织的这个哈。然后刚才还按照徐春锦老师呢，可以负责香包的制作，香包用那个湿染香包啦哈，那些香包。还有还有新竹县议员郭远章老师，郭远章议员可以负责音乐萨克斯风，哇，还有就假日在那边表演当街头艺人，周又在堂，当街头艺人萨克斯风的街头艺人哈。最后一栋，最后一栋 F 栋还按照这地啊俩 T 了啊，他这个名字取得很特殊，按照 Orid 啊这地。4位老师啊都很年轻，也是我们在地的年轻子弟啊。一个尤家伟老师是负责手工的木作，做那个小小的做这个木作手工。一年工坊是做大型家具，他是做小型的观赏用的哈。还有按照林佩如老师呢可以做陶艺哈，还有谢欣怡老师呢负责捐印的哈，捐印的。还有按照张天乐老师呢按照食农教育啊，他做食农教育就是说教人家如何认识真正的食物，不要吃垃圾食品。对，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哦，你看艺术村总厉害的，叫做很多元哈，懂多元。你从 A 栋到 F 栋，从我们最小的到最大，甚至旅客的服务哦，我们都做到了。不是讲来两位老廖，你可以一次把它走完的话，其实你得到的东西是满满的。这边走完至少要好几个小时，一栋逛哈，很精彩。按你懂后呢，按你做带作动量3日2夜都做得，没问题。还有一个西区的动漫园区嘛，它现在还是91魔法公司在经营哈，它有一些立体的，还有这个一些动画的部分也在里面哈，都在这里面，都在里面哈。哇，本局长血困遗憾，看局长做按道功课，讲到按详细，等下转来还有好看的等来挖掘在我们的台山浪漫线，我们待会见。哇，局长，有色茶冇？有色茶，真的哈，我们记得东方美人茶很有好。你看到，讲了浅色茶。哦，刚刚讲到哈，我们的浪漫台山线，还有我们的艺术村嘛。我刚刚就想讲，要离东远冇？唔会啊，东区因为看到竹洞茶条没？错啊，哈，竹洞茶条哈，离台山线哈大概1公里停啊。哦，东区呢？东区。你出安尼老了啊？你还出给我听哦，我公演这个东哈。其实我觉得慢活很重要，在竹东里面可以感受到的，除了慢活，还有人文，还有我们这次好好规划的如松艺术大道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艺术村，我知道。几幅卡影去老了哈，出东后非常适合。声音呢，太影都可以玩得到。然后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我们局长在那边念书念3年，对，
本来你福起来特别的好不好？告诉我们靠近台山县还有附近的好去处，后寮、后告、后社嘞。因为你要台告为时差嘛哈，全家出游这么时差出来哈。其实沿着台山线哈，到新州站来讲是到关西、汪山竹东哈。北部到峨眉嘛哈，两条线差不多40公里天哈，40公里一日游非常非常适合所以讲我从关西开始来讲哈，关西呢你打造一条全国最小最短的中正路，一个文创老街，上百没有访问到666号，里面有很多特色的那个书店啊，对，那这个部分呢也可以消磨大概2个小时到半小时半天都可以，半天都可以。关西那个仙草啊，还有那个面很有关系是面为主对，板条是新埔嘛，对。然后这个部分呢，很值得来这个亲子来哈。然后最重要的是关西除了刚刚讲仙草板条，还有红茶，红茶很有名。以前呢，整个新竹染的茶叶哈。70%都在关西，关西的茶厂特别多。第二，还流动多见还有台湾红茶公司。景泰茶厂，那都全部还在运作对，还在运作，所以茶厂的文化也是很值得我们推荐。Q 总还有我可以推荐姑姑带关系，系啊，来东好是关系嘛，吉江，正经东好是吉江正港是在新埔新埔的板条跟吉江当然客家庄下面吉江了一定有啦，一定有。关西的面啦新埔的板条，薑林的米粉竹东的板染，安好是你听嘛竹东的板圆。就汤圆新埔的板条，琼林的米粉，还有那个关西的面，对，这几个都是非常好吃的客家美食。从关西这样上，关西这样下来然后呢，如果还要继续往前推，就到衡山了是，衡山就有核心车站、爱情车站。对，我们跟日本的那个日本的一个车站也可以地盟。对，它是幸福车站，我们是爱情车站。对，幸福爱情。从这个爱情里面找到幸福，从幸福里面找到爱情。这2个当然我们是已经跟他签约了是。他们日本人也会来，我们也过去，这样地盟非常好。然后再进去是内湾嘛内湾是讲当到就老街了那一般跟南庄跟北部差不多了是。然后如果你也只走落去泡温泉是到尖石去了对，尖石有很多温泉很多惠来温泉啦，还有这个什么巴厘岛温泉，这些都很有名的。很多的甘肃的原住民的文化，还有露营地动豆，那露营地的水准都要动河有的也已经非常好，不输给武林农场了好，那走出来台山线，继续往南走是走东来嘛走东刚才你介绍如松艺术大道里面有6个人文的一些空间在展演空间，对，还有呢是讲还走了许多东都竹东的传统市场对吧？里面卖很多非常道地的客家美食，便宜如台湾而且很道地。商华市场对不对？前右面哪个市场？商华市场。如果还种你们来讲竹东的夜市请老年。是到金拱所选择该条夜市然后请到种东西有选择。夜市有算时间吗？有啊。譬如講拜幾張出來，年年都有，就每天晚上都有大概下午5點就開始做咧，5點到下午12點嘛，所以營業時間挺長。跟住連暗暝咯，做暗補頭愛食愛留。你去到去關西幫山聊後，暗暝頭去竹東夜市來吃美食一定要食客家的湯圓嘛包點食嘛。係啊，一定要食天一到大暗暝呢天一呢，在竹東有很多民宿嘛然後所以帶到北部的民宿對。再進去是到北部了嘛北部就是有很多的古蹟什麼金廣福江安新宅啦還有幹嘛我們鄧南光影像館啦還有中樹堂，還有那個姜氏家廟，叫千木掌侯嘞。而且都已經活化營運了，對，非常精彩的家族故事都在裡面如數家珍的局長，對不對？那北部的美食更不用話，不用說了，一口菜包，對，還有番薯餅，還有腐餅那什麼走的還有走落其實歐米嘞，歐米是捧鳳茶，還有這個東方美人茶，當然峨眉一定要推薦就是還有一個叫復興老茶廠。那老茶廠就是我們東方美人茶最原始的一店，是現在還在生產，走出來過一個西毛埔吊橋呢，越過峨眉湖就看到一個非常巨大的一個天恩彌勒佛，
对，那个很漂亮哦，是亚洲最高的，最大的亚洲最高天安弥勒佛。然后它那个建筑啊，融合的东方跟西方跟还有日本式的那种风格，是，所以非常有那个震撼力哈。而且那个整个的氛围维持的非常好，环境也非常好。所以安逸哈来走的就2天了嘛哈。再往南的话，当然就到苗栗了哈，到石潭、三湾，哎，都一路很精彩。哇，一直到这个大湖、卓兰，再下去就到台中的东势啊。到丰原去了，都是浪漫大道哦，都是浪漫大道，都是浪漫大道。不说讲啊，我主讲了，那浪漫台三线哦，虽然讲还开始是一个启动，但是它其实啊是真正的让你可以一路玩下去。它是个带状的概念，对，整个带状的概念。它是把散落在台三线周边的一些珍珠啊，把它串起来，用台三串起来就变成很漂亮的项链。是，有项链才会值钱啊，是，要不然珍珠散落的话，那个价值就不高了。对，而且要收集的时候还要花时间嘛，就台三线串。Q 总，我就想讲，刚才食材，这冇食材咯。冇食材哈，另外就按照狮山线台湾好行，台湾好行狮山线呢，起点在哪里呢？在我们高铁车站，竹北火车站、高铁车站喜来登，然后就到竹东的刚刚竹东艺术村有一站。啊，然后再进去就到北埔啊，北埔第1站哈，那个北埔的那个我们的这个一些景点，串到峨眉的，一直到那个狮头山。跟那东风片呢？东风片，这有一半路线是走台三线，而且竹东开始就走台三线了。这个玩法又不一样。对，它沿路有设很多站，感受招手即停。招手即停，多好啊！哇，讲到按情处，讲到按详细，我等不及了。那相信观众朋友上我们的新竹县文化局的网站，网站出做的哈，还有这 Facebook 粉丝专页也赶快按赞一下，每周的哈，给。按精彩的2017年的开头，我相信今年新年的发通啊，还有新的规划咩动向，就总要介绍一下。好啊，你看新年烟开始啊哈，你把孔永烟哈，2017年哈，你新竹人呢行销客家文化哈，像新竹人文化局。金摩嘎客家，它没有叫新竹县客家文化局，也没有叫做客家事务局，新竹县文化局。它就等于是做客家的活动，为什么新竹人70%也客家人，所以再加客家以后呢，那其他30%会有失落感，对，所以我们就叫新竹县文化局。事实上，我们推的春夏秋冬活动里面呢，基本上都跟客家有关，好，比如讲，你春天的桐花季，我们现在跟客委会结合越来越大，所以要不然如松那个我们讲浪漫台三线哈，你有关行销呢，我们是打算上半年哈，这4月份春天刚好哈，我们就结合桐花季来办。新竹县106年桐花季哈，浪漫台三生活趣，哇，生活趣味的趣哦，是。然后我们把周边的人文地景产，刚刚想象销售收入艺术全部把它串起来，把那些珍珠用台三线串起来，串起来以后，我们把里面的好吃、好玩、好住。好买的东西都把它呈现出来，一起呈现给大家。对，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把这个用桐花季来行销，是浪漫台三线，周边的7个乡镇，我们新竹县在浪漫台三线有7个乡镇，是7个乡镇就一次把它做整合行销，对，所以这个是上半年了哈，那这桐花季。那下半年呢，我们就是用浪漫台三国际艺术季，我们在筹备。那我们已经跟客委会正式提案，核定的话，大概有1000多万经费，我们会办一个大型的国际艺术季啊。是，我们会邀请在地的艺术家，然后也有国内的杰出的地景艺术家，然后我邀请一些国际级的艺术家一起来啊，每一个乡镇至少给他2个作品是串起来。然后我们去看，从2百年起考呢，日本的濑户内艺术季、月后七有艺术都做得很成功，全部用艺术季把地方的人文地景产业带动起来，所以我们叫文化搭台、产业撑台、经济唱戏。哇，这样子我们客家庄就活络起来。真给，你客家庄活络起来，我们的客家也走出到世界去，对，是这样意思。对，哇，从2百我们那个艺术景点部分，那就我们已经起跑了哈。好，地景艺术打造新竹县的新地貌、新地标，强调这个都是国际级的。好，用竹编、用漂流木哈，一些就地取材的一些那个素材，当地的素材做成艺术品啊，里面都可以进去
泡茶、聊天、开读书会都可以。像这聊聊按钮种子星球来做客，在宝山哈，可以容纳15个人。哇！今天邀请到国际级的艺术家按钮林顺龙老师呢，帮我们做这个，非常非常这样。还有一种峨眉天主堂来走在按钮油桐子茶屋，里面也可以泡茶，也可以坐9个人哈。那聊聊按钮陪伴啊，在竹东镇，这是在琼林哈，琼林的邓宇贤音乐公园里面，这里面可以坐。大概也是8个人看，可以在里面泡茶哈，可以泡。所以我们每一个公共艺术作品可以观、可以赏，也可以用，我们可以在里面体验。这是最重要的。可以泡茶，可以聊天，地景艺术，地景艺术哈。所以我们像这下半年的部分，当然我们还有夏天跟冬天，对吧？夏天我们就是新竹县最有名的义民祭，义民祭，那是我们客家人那个信仰中心，是义民祭，我们当然要扩大来举办。那冬天呢，就是天穿日的时候呢，你盘新补花灯迎天穿。竹东山歌连天穿，天穿日也很热闹，因为客家日嘛哈，所以我们当然要把它策划的比较热闹一点。所以我们明年呢，今年2017年哈，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都有一个主轴活动，把我们整个带起来。一年又非常丰富的过了，是有竹东真好，有竹东真好，有新竹县真好。从头来竹东哈，你也转人家讲哎哈，系哦，你人家讲嘛哈，系阿公嘛哈，阿公虽然冇菜啊，竹东人，后来神仙也竹东人啦，真的哈，邱总这当什么以来啦哈，介绍暗号的东西，暗号的老了的地方，公园时节希望都新竹都竹东做得独到。做的容易拜年，等大家来哈。好来，再一次谢谢局长了。今天啊，讲到案头，结上这个文化局的这个官网，还有我们的粉丝专页，如松艺术大道，还有浪漫台山线，对，陆陆续续都已经开始上演了。好，要休假前就要好好的先运动一下。再次谢谢局长了，好不好？运动一下，不要走开。